我叫黃烈強，今年54歲。咁喺舊年年頭就發現到有一粒腫瘤喺頸，咁就驗出嚟就係鼻咽癌。咁我都六神無主咯，係嘛？咁咪只有跟住西醫嘅方式咯。我未醫西醫，我就開始食嘅咩？跟住食咗有3個月，應該係3個月，我先 follow up 呢個政府嘅，開始積到我腫瘤係 cancer 鼻咽癌係第4期，咁樣我繼續冇停，個咩繼續冇停又冇食，化療係咪？完全冇感覺嘅，反而仲好食得瞓得咩都得嘅。你睇我個相咁大粒係咪睇冇？你睇到係？你相信冇？第一支叫我，第二支叫我原裝喎，我自己達到喎。第2支、第3支靚嘅，識咁我嘅 MA 繼續咯，冇停咯，每一日12包喎。跟住換咗嗰個呢個金海心喺半年後又走出嚟喎，又6包，還翻嚟好好，比我以前未有 cancer、未有鼻咽癌做過好。哇！相當之緊要啊，相當之緊要，好成功啦！係都係咁，我個 Redis 我嘅家姐俾我呢個 MA 幫埋呢個金海心，帶到我有今日，我覺得好開心，好榮幸。咁我好希望呢個 MA 金海心會幫到其他嗰啲病人，有 cancer 嗰啲，仲要堅持要食多啲真係好好，呢個 MA 幫埋一金海心，對我哋有癌症嘅人真係好有幫助。